2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。大家平安，很开心在星期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赞美神，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。主啊，我们要敬拜你，我们一起来。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有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，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。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有能力和华美在你圣所，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你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其中所有的快乐。虽然天气很冷，但是我们的心不冷。我们现在跟左邻右舍挥挥手，很开心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神。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有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，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。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有能力和华美在你圣所，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。我们一起开口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愿天欢喜，快乐，愿天和其中所有的快乐，愿天欢喜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天和其中所有的快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和华作王，全地都在他面前欢呼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和华作王，全地都在他面前欢呼。我们一起开口，愿天欢喜。愿地快乐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天和其中所有的快乐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这边敬拜赞美他，让我们不停止赞美，让我们一起继续开口来唱。主，你的爱是永无止境。我们一起开口。你的爱是永无止境，主，你四面环绕我，你的爱是我苏醒，心中喜乐不住满溢，万物都向你呼喊，让赞美充满着你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的着
手，释放你属天荣耀。主是何等的奇妙，与你同行何等美好，让生命真光照耀。让我们一起拍手。你的爱是永无止境，主你四面环绕我，你的爱是我苏醒，心中喜乐不住满溢，万物都向你呼喊，让赞美充满着你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的朝圣。让我们再次来宣告：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的朝生命。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的朝生命。一起开口，你伸出大能双手，释放你属天荣耀。主是何等的奇妙，与你同行何等美好，让生命真光照耀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现在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是那用尽全力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神。感谢你是那赐下满满恩典的神，感谢你更是那带来盼望与光的神。主啊，你看见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软弱与需要，而你却不看轻也不放弃，总是用包容与爱坚定地引领我们前面的路程。主啊，此时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，来到你面前，渴慕在你里面更多的来与你靠近。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唱。耶稣，世界的盼望，唯一的真光，照亮一切黑暗。耶稣，道路真理和生命，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。主啊，你是世界之光，我们要对你开口来唱。耶稣，世界的盼望，唯一的真光，照亮一切黑暗。耶稣，道路真理和生命，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。万国万民齐来敬
作，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天上地下齐来敬拜，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世界之光。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何等不配，而你却看我们为宝贵。我们要一生永不离开你，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。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们。让我们依然站立，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。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奉献，请同工。今天是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主日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满心的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乐团再一次的带领我们，与你有真实心灵的敬拜。谢谢你，在过去的一个礼拜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了许多，带领我们。生活上，或者是课业上、工作上，主要我们也许遇到一些难处，也许有些伤心的地方，主要你透过这样的敬拜来医治我们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医治伤心的人，你扶助软弱的人，我们都是你所爱的，谢谢你，我们也要特别为。在这么冷的天气，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他在线上，我们为他们来祷告。还有我们教会很多长辈，求你特别赐恩典给他们，特别在那些病痛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么寒冷的天气，你保守他们，仍然有健壮的心跟身体。谢谢你，我们也。接下来有许多为了圣诞节所预备的事工，我们紧锣密鼓的来召开预备。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事工当中，不只是单单我们的服事，我们的心也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，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与你相遇，也迎接下个礼拜你的诞生。谢谢你在这样的时间，我们能够这么冷的天气，我们仍然有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被你的圣灵充满。
来被你的圣灵所安慰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、这样的教会、这样的聚会，也求你保守我们，每一天的生活，每一天新的一天、新的恩典赐给我们。我们也将我们的一些的金钱奉献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来使用，求你来悦纳。我们这时我们也要一起用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，一起同声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做报告，请大家翻开手上的周报。请大家继续为代祷事项，为我们的肢体有在记载在周报上面的。那我们特别为昭明哥的姐姐怡君来感谢她的肿瘤很好，就是都没经过手术之后都清除了，感谢主。第二点，我们为各部和各团契圣诞节期的活动预备练习各团契很辛苦的练习。那也为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有很多活动，我们为福音朋友的邀约。那第三个一样为乌俄战争已经半年多了，超过了哈。那还有新冠疫情最近又严重了起来。那我们求主保守台湾，还有在政治外交方面各项。在教会消息，今天是本主日，是代降的第4主日。那由儿童植物学点燃第4根象征服事跟仁爱的蜡烛。当以信心盼望来等待彼此服事，准备迎接下礼拜救主耶稣基督的再临。第二点，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退休传教师奉献主日。那待会由郑宪仁牧师来证道。那请为这个退休的牧师来奉献关心，兼顾在生活上陷入困境的牧者。第三点，今天下午4点，社区有报佳音的活动。那请已经报名参加的会友在1楼集合。那结束之后，宣道部有准备晚餐，可以一同分享。第4点，那这个已经分享过，宣导过很多次了。那我重点报告就是说，上午会有这个合堂礼拜、圣礼典跟团契会长干部的就任。那所以请团契会长要特别注意。那有要坚信礼受洗的，请向牧师报名。那下午2点半的舞会会由各团契跟社区来联合庆祝。那请大家特别邀请我们的福音朋友来参加。那晚上5点半的晚宴跟摸彩是一样，我们在长安西路的马来亚餐厅。那欢迎弟兄姐妹们提供全新的摸彩礼品或者礼金来提供给同工。那报名的部分也请已经有报名的，那请向干事来缴费。那第5点，教会待定圣蛋糕每盒18元，到今天截止。如果还有需要的，请尽速到柜台登记缴费。那第6点，明年的爱餐热线一样是一个单位3000元。那如果还有意愿的话，请到干事那边登记。那肢体消息有2点我们特别为12月26号礼拜一上午10点，在二滨玲玲姐就是浩志哥的妈妈的告别礼拜那如果愿意参加的，请到这个1楼登记。那第2个部分是1月11号礼拜3上午10点，也是在二滨是林旭苑美芝姐的先生的告别礼拜。那一样，如果有愿意参加的这个弟兄姐妹到1楼登记。好的，那奉献的明细请就大家自己看，如果有错误的，来请向干事订正。好，接着我来报告今天的圣经有2段我来报告，请大家来听。好，第一段记载在列王记下7章3到9节。第3节，
在城门那里有4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我们若说进城去吧，城里有饥荒，必死在那里；若在这里坐着不动，也必是死。来吧，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。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，就活着；若杀我们，就死了吧。”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。到了营边，不见一人在那里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，他们就彼此说：“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。”第7节，所以在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逃跑，撇下帐篷、马、驴、营盘照旧，只顾逃命。那些长大麻风的来到了营边，进了帐篷，吃了喝了，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。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，并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。那时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所做的不好，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竟不作声。若等到天亮，罪必临到我们。来吧，我们与王家报信去。”第2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章15到17节。众天使离开他们，升天去了。牧羊的人彼此说：“我们往伯利恒去，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”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圣经读到这里。讲到郑先人牧师要用传好消息的日子来跟大家分享，时间交给郑牧师。要等2秒钟才有，应该有了。每次来教会，你看到周报里面，你会看到有奉献袋，你就知道这个讲员来就是要来募款。来募款对会友来讲又来了，所以教会常常有什么纪念主日，甚至哪个单位来募款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：“施比受更为有福。”当然是我们可以就帮助。我们在做牧师，我是退休的牧师，我们常常给总会反映说，退休主日排在12月第3个礼拜，非常不适合。为什么？12月最忙的就是圣诞节，教会年底要关账，很多单位、很多自己会友会来奉献。今年忘记奉献了很多感恩，所以在月底要奉献。有可能感恩节的时候已经奉献了，有可能今天圣诞节已经奉献了。那第3个礼拜，你来募款说要为退休传道者来奉献，那我们建成的教会更好玩。第2场的华语礼拜是先收奉献，所以我在讲几波了无效，钱已经献落去了。所以所谓我等一下会讲说，你感动的话，下个礼拜再补没关系啦。有时候你为一个单位你在关心奉献，不止代祷，你还是要用实体来关心。我很感谢林牧师，特别在这个礼拜就通知我，钟牧师，
我在那个讲台上面给你准备了暖气，因为年纪大有一点怕冷，特别今天冷到不行了，我还穿大衣、毛线衣。刚才下面我以为说会冷，毛线衣穿上去又太热，又把它脱下来。真的，天气太冷，年纪大又不敢动，所以越不动越冷。他给我准备暖气，那我就给他讲你们建成的一句话：我们建成，我们有爱。早上来第一堂讲道的时候，魏长老还给我讲，这个是，以专利的，你不能拿去别的教会用。真的有爱的团体就会支持，会互相请安。刚才你看到我们的司理在那边报告圣诞节的活动，甚至下午我们有那个报佳音等等，所以你会看到这些请安报告，甚至会有一些你会说到了圣诞节，是一个报好消息的日子，就是分享。台湾话有一句话叫“假后道修补”，分享啊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当然我们说关在里面啊，让我们爱餐啊，像下个礼拜去马来亚餐厅啊，说我们自己高兴就好。但是，没错，你怎样去把这个像下午的报佳音，你要去分享出去，叫做好消息的日子。刚才我们有读到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7章这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古代的这些历史事件，甚至圣经的这些故事，同时也点出我们的需要跟目前的机会。目前的机会就是你把握你还活在这里，你今天虽然过了3年这种疫情，但是我们感恩我们还活在这里。请问一下，曾经2条线的请举手。好厉害耶！我以为说你们都没有中标哦，那我已经中标了，我要赶快在退后保持距离，以测安全了。王牧师给我讲说，你讲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口罩拿下来。我等口罩拿下来已经等了好久了。虽然指挥中心讲说12月1号可以拿下口罩，你可以去外面趴趴走，但是老实讲啊，95%还是戴口罩了，因为很不方便了。什么搭公车、捷运要戴口罩，进餐厅要戴口罩，吃东西可以拿下口罩。我曾经有一个老牧师在聚餐的时候，他讲说很麻烦呢。结果有一次就戴口罩，东西就直接就塞到那个口罩上面了，忘记拿下来又戴上去，很麻烦。所以很多事情，你怎样去通过这些经验，甚至最近发生的这个，你会感到到底在圣诞节你要怎样去分享这个好消息的日子。旧约圣经里面这4个长大麻风，圣经写长大麻风，老实讲我们现在听不懂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干脆给你讲，就是中标了，武汉肺炎了，就是传染病了。传染病隔离，传染病隔离。当初的麻风病就是传染病，也就是你要被隔离，甚至我们讲边缘化，就是那些弱势者。当初的麻风病，台湾话讲胎狗病，这种麻风病的人，你就是不能住在城内，你要住在城外。城外就是被赶到外面去，不能跟人一起正常生活。我12月1号中标，
两条线。对我来讲，我是属于过动的，啊，那个子瑜他们一定认识这个郑牧师哦，最微调的啦，所以会动来动去、爬爬照的人。所以我中标以后，可怜的不得了，被关在小房间里面。我门一打开，牧师娘跟女儿第一句话就问：“你出来干什么？”门又赶快关起来。所以呢，现在已经减成5天了啦。5天对我来讲很苦很苦啦。每天就是对着电脑，上面就是墙壁，后面就是书，旁边就是床。电脑打完了，累了，直接躺在床上，然后书看完了，累了，直接躺在床上。好家在，那隔离那几天。晚上我可以爬起来看世界杯足球赛。为什么？我白天睡觉啊，所以晚上我可以看世界杯足球赛。有一个牧师跟我讲：“你怎么那么好啊？我隔离的时候晚上没有电视看呐，你还有世界杯足球赛？真的，有时候这些经验，隔离对我们来讲，这种经验不自由。”真的不自由。什么时候最自由？女儿去上班，师母去社区打乒乓球，家里没大人。家里没大人，我可以溜出来，在那边走来走去，甚至跑到外面阳台上，当然要戴口罩。我都给同工讲，说那个好像在监狱里面放风时间。监狱里面，你有放风时出来走一走，拍拍照。所以，如何通过今天这4个麻风病当时的情景，他们被隔离，他们被边缘化，在城外。刚才我们有读到路加第2章，那一个牧羊人，你记得第一次圣诞节的天使报佳音报给谁听？这群牧羊人，牧羊人在哪里？城外，在城外，在看守羊群。天使报好消息，关于世界上一个大好的消息给牧羊人。但是那个牧羊人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前往伯利恒去看这个事情。所以，如何去关怀、接纳别人？我们说这些弱势、这些边缘人，是我们今天要学习，也要来反省，甚至说怎样迎接今年的圣诞节。这4个人的经历回应，表明基督徒今天的责任、义务跟特权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义务，也有他的权利。你要享受那些权利，你一定要尽一些义务。从代降节到圣诞节，刚才的报告说，我们从点第1支蜡烛到第4支，4支蜡烛点完，我们准备迎接圣诞节。中间那一个白色的代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蜡烛，那就准备进入迎接耶稣诞生。所以经过4个礼拜。从11月底的第1代降主日到今天第4代降主日，然后下个礼拜就迎接圣诞节，因为刚好今年25号是主日，所以我们可以用25号来做赞美礼拜，传好消息的日子。那我们就通过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看有一些我们今年怎样去传好消息的日子。刚才我们念到列王记下第7章的经文里面，他讲到了这个经文背景，从第3节到第5节，这个四个长大麻风的，前面敌人的军营，后面是我们自己王家的，就是自己居住的地方，也不能进去前面，也不能去后面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最重要，隔离等死。
台湾话讲单系。很多这次碰到疫情的人都有一个这种经验，哇，不能趴趴走，被隔离，还要什么？还要被那个什么隔离病房里面来看我们的那些护士、护理人都要穿隔离衣，所以被隔离的这4个长大麻风的人，因病他不能进城，那他们就想坐在这边什么等死。那假如进城里面饥荒也没有东西吃啊，也是饿死。那我们就要去敌人的地方呢，被抓到，被杀死也是死，没有杀死活着，赌一下，这里等死，进去没有东西吃也是饿死，被抓到处死刑也是死，拼看看是不是他们留我们活命？把握机会。这个一瞬间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常常会讲把握机会。当你这个机会失掉了，没有了。下个礼拜听说我们教会要圣礼典，圣礼典就邀请有人想要洗礼的，你要准备心，洗礼归入耶稣基督，归入基督徒，归入在这个大爱的团体里面。所以因病不能进城，等死、饿死、处死等等。结果他们互相商量，冒一次险，赌赌看啊，在上帝奇迹是上帝干预之下，他们发现了一件令人欢心的事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。结果一进去一看，没有敌人，整个城是空的。没有半个人呢。然后什么？有吃有喝，又有东西拿，金银财宝是随便他拿呢。不是只有这一间呢，隔壁间也有吃啊，哇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如何想想看，回应圣诞节的故事？每次我们通过圣诞节的影片、圣诞节的故事，甚至圣经里面这些圣歌队所献的诗歌里面，你去回忆看看，圣诞节是报一个好消息的日子，发现神与我们同在，通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。上帝以耶稣基督为代表，道成肉身降临世界。所以从这些里面，你会体验一件事情：这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与上帝同在，但是他成为人，降临世间。所以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报好消息，通过基督显明上帝的慈爱跟怜悯，然后担当人类的罪孽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。最后，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死在十字架上。刚才我们有用那个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，所以每次你在信仰告白，每次你通过受难节、复活节到年底的圣诞节，你会去想整个你的人生一年主恩同在，上帝保守。刚才我有问2条线的举手，换句话讲，你看我是无敌铁金刚，我是都没有中标，都是1条线，感恩啊！不管你是1条线、2条线，甚至我们现在流行的一句话，我就是黑素了，你怎样了？我不讲，你也不知道我几条线了。我3条线好不好？哪里有3条线的？最多1条线、2条线的。但是我就是不讲了，不讲你也没办法，我就是属于黑素。那不管怎样，在人间里面这些经历里面，你通过这3年里面，你看你的疫情、你的环境、你的周围。前一天我碰到一个会友，他一直看我，那我想不起来，因为什么？他戴一个口罩，
只剩下2个眼睛跑出来，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。然后他把口罩拿下来，牧师你不认识我？我说我当然不认识了，我认识的你从来没有戴过口罩啊。而且现在口罩拿下来，你会啊，原来你长这样，你还是把口罩戴上去好了。因为怎么，我们已经习惯戴口罩。那还有一个，听说女生非常说这段期间非常好，什么化妆品少好多，不要买，因为都不要化妆啊。因为连口红都不要擦，因为戴口罩。所以很多事情，我们从学习、从经验里面去看，人生早知道多好。从3年前开始疫情，谁知道口罩这么夯？然后开始疫苗，然后开始快筛剂，然后开始好多事情我们想不到，结果我们都过了，所以怎样去分享今天这4个人，从空城逃命到他们去报告好消息，分享我们今年希望大家是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。有好消息竟然不作声，这个很要紧。有好消息就要分享，但台湾话，台湾人的一个习惯，我为什么要分享给你？这个我的呢？我的我为什么要给你？我才不给你。所以我们没有分享的习惯，我们都只有这话这个我的。所以4位长大麻风彼此说，有好的消息竟然不作声就发声，表明自己认罪，知道好消息有义务与人分享。现在的基督徒的冷漠及不关心，老实讲，我们很少在分享，我们很少在报告好消息，我们很少主动去跟你讲我这样，请你与我分享，没有，真拼了。所以这种有好消息竟然不作声，这4个人，他今天要告诉我们是什么？好消息要分享。所以有好消息的日子，你沉默很不寻常，沉默可能是有罪的。以西结第33章，先知以西结讲一句话：守望者。守望者就是一种你在保护，你在一个守望者的角色，就是要出声音。该你讲话你就要讲，但是教会的习惯常常就什么？不关我的事，关我的事我才会发生，没有我的事，没有讲没有事情，有讲反而有事情。所以我们已经学习一个在团体里面不发声，管他的，等有事情来不及了。所以保持沉默与基督徒的本质相反。耶稣基督说：“你们要去做光做盐，你们要去普天下传福音。”所以，你既然要传福音，你就要讲；你要做光做盐，你就要分享，你就要讲这些基督徒的本质，你要去分享。这4个长大麻风的人，跟这一群在旷野、在城外、在守根、在这些牧羊人的身上一样，他们说我们来去伯利恒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经验去分享。第3点，等到天亮，罪必临我们。圣经明明给他们讲，发现一个好消息，整个城是空的，你可以吃，你可以喝，你可以拿。然后他们一想，既然这样子，我们没有出声音不行呢，没有讲，没有分享出去不对呢。他们说会有报应，害怕有人会发现空无一城的营地空城啊，你竟然没有回报，没有讲，
就进入我们的城，给讲说，他整个敌人的营都空的了，没有人了。哎，好消息！因此，他们决定最好的方法就是回报，报告王，我们看到敌人的营，糟了了啊，康啊！所以神的干预，主与我们同在。很多事情我们不能，但是上帝能。上帝万会自己干预每件事情。所以，当他们发现空无一人的营地空城，他们进去本来是想说会被处死啊，结果你现在不回报也是死啊。那既然有这个好消息，我们就要分享。所以决定的最好方法，马上回报，马上回去自己的家乡、自己的城去讲说，我们报告你一个好消息。所以传好消息。好，所以在整个生活里面，如果有好消息的日子，你保持静默，你要自己向上帝负责。你不讲啊，反正我讲出来也没有用了，没有人会听的。你讲出来，人家还会怪罪我们，干脆我就点。所以你要自己向上帝负责，保持沉默不发声，你的灵命就是贫乏，你就是空虚啊，你不能充实。所以为什么好消息就是要分享？我们就是要把福音就是广传出去。所以你这个耶稣基督降生，这个圣诞节，这个好日子，你就是报扬。所以我们说会有报佳音，我们说会有分享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去传播这个福音，这个是我们的责任，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等罪天亮了，罪必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好，再下去我们就讲，你忽略没有告诉别人耶稣降生的事情，你都不讲啊，然后迷惑这个灾难临到会反射过来。有一天你我们要到去天堂，去上帝那里，那上帝会问你一句话：喂，怎么你自己来？你先生呢？哎呀，那个没有用了。我在世上讲了老半天我已经讲的都累得要命，他都不听，就是不听了，很铁齿啊。所以传给他没有用。你没有传了？没有了，传给他他也不会信了。所以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上帝说谢谢，再联络你回去了，你不能来天堂。不，你没有传福音给你亲人、朋友、亲人。你的隔壁的人、家里的人，你自己独享，你没有分享，所以你两手空空来见主耶稣，主耶稣可能也会拒绝你。罪必临到我们，把握每个机会去报好消息。那最后了，第9节里面，来吧，我们去王家报信。怎样去报好消息？今天你我要做出一个智慧的决定。我们可以决定，这4位麻风病的人带着好消息回到他的城里面，被欢迎，被肯定，被说你们是英雄，你们是伟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日后必受大家的感激，妥善照顾，学习变成有智慧的人。一瞬间，你要成为受欢迎的、有智慧的人。或是你默默不见声，你不出声，你还是罪会临到你的身上。所以我们通过这里，我们会特别想到路加第2章刚才念的这些牧羊人的反应。他们听完天使报大好的消息唱那种圣诞节喜乐的消息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我们往伯利恒去看所成的事。”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对孩子的话传开了。所以你要将你所得到的，你去分享。想一想，如何分享那第一个圣诞夜所发生的好消息，及今天早上通过4个麻风病人他所传扬好消息的事情。我们今年怎样去准备迎接今年的圣诞节？
如何利用你的生命？有生之年，我们仅此一生，没有人讲说我有2生了，都只有1生了。你一生当中没有讲说你2生当中就1生，你一辈子你的一生当中，你怎样去传爱、传扬福音，有好的日子？我们绝不能静默。在以赛亚第52章第7节说，那些传报好消息的，他们的脚迹何等美丽，何等的漂亮。所以今天是退休传道者的纪念主日，这些过去无论在哪里，他们的第一线，在他们的教会牧养30年、40年，他们已经进城退休了。有的人已经累到已经倒在床上，连起来站起来去参加活动都不行了。但是我们仍然去关心这些老牧者，困苦的老牧者。有好消息，我们要纪念这些前辈所留下来的他的美好脚迹。所以我们怎样在迎接下个礼拜的圣诞节？你常常要把每一天可能就是最后一天，也是你我宣告好消息的最好的一天。我们把握这个机会，愿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虽然我们不完全，但是通过你的爱，你通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降临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分享2000多年前的第一个圣诞夜，第一个圣诞节，通过牧羊人传开这个好消息。今天早上我们又通过圣经里面这4个麻风病，这4个被隔绝的边缘人，他们报好消息，给全城的人，给大家可以分享。愿我们通过这种话语，我们分享好消息，在每一个地方。祷告不被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来回应神的爱。世界之光。世界的盼望，唯一的真光，照亮一切黑暗。耶稣，道路真理和生命，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。让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。耶稣，世界的盼望，唯一的真光，照亮一切黑暗。耶稣，道路真理和生命，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。万国万民起来敬拜，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。天上地下起来敬拜，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愿荣耀都归你，世界之光。我们请牧师祝祷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帮助，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的会后诗是唔免惊。PPT 帮我们转一下。求你使用我，哦主差遣我，是被掳的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自由。大声说，大步走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每天走回家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，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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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我们一起吼。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，一起吼！每样都会讲，嘿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，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，大家可以互相请安。